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 Florence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嘉麟台嘉輝閣低層 A 單位，實用面積為399尺，係一個2房單位嚟嘅。我哋一齊睇下。一入單位見到客飯廳，個客飯廳嘅尺寸咧係一個合適嘅尺寸嚟嘅。咁啊，放到一個3座位嘅梳化啦，角落頭咧仲放到一張4人嘅餐台。喺門口嘅位置足夠放一個矮身嘅鞋櫃嘅。咁呢度望出去啦，景觀算開揚嘅，望住一條掘頭巷。左手邊咧第一間房入去望下先，有簡單嘅家私配置啦。呢張係一張單人床。咁呢間房嘅景觀咧係望住頭先客廳嗰個掘頭巷嘅位置嘅，咁係非常開揚嘅。而第二間房咧就放到一張4尺床啦，有簡單嘅家私配置啦，同埋一整面單面嘅窗，非常光猛。好，而飯廳嘅隔離咧係一個洗衣房嚟嘅。已經配置咗洗衣機㗎啦。呢道門咧係通去後門嘅一道門嚟嘅，要方便倒垃圾啦。浴室係一個光廁嚟嘅，咁已經配置咗有鏡櫃箱啦，一個正方形嘅旗缸，隔離咧仲有一個細細地嘅位置可以擺清潔用品嘅。而廚房嘅位置咧就足夠放一個單門雪櫃啦，有基本嘅星盤，爐頭係明火嚟嘅，抽油煙機，而亦都有足夠嘅位置可以放到工作台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啊！我係中原地產 Florence。